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，真的好温柔啊！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在这儿，现在想想就像昨天发生的事儿一样。不过已经过去1年多了，姐妹，加油吧！我看他看你的眼神就有戏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只是把我当普通朋友？你看啊，他每天独来独往的，那他能当一般朋友，那就是有戏，是不是？那倒也是。你有没有暗示过他？但是暗示你喜欢他呀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吧。我都替你着急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刚刚说啥来着？哦，竞选文艺部部长。那凌霄和少年都去吗？林霄少年说好好学习，不进学生会了。好吧。那你现在还没有一点危机感吗？啥危机感？哎呀，我服了你了！你想想看，现在新生都来了，那多少漂亮的选美，特别是去竞选文艺部的。武明浩要是再当了部长，你得跟多少人竞争啊？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啊。学姐，关于竞选的事情，我想找你聊聊。